继续来看12月25，县市首长就职满1周年。彰化县长王惠美伫记者会讲，虽然事情的满意度无悬，也毋过至少赢韩国瑜。这替家己共党的县市首长，阁是因家己党的总统候选人来做比拼，安尼才有妥当咧。王惠美讲，只是向市民报告民调，甲家己施政的成果，并无比较的意思。施政的满意度当然也不会太好看，不过我跟大家报告，我还赢韩国瑜，赢柯 P。就这周年演讲，彰化县长王惠美讲一款的话，强调施政的满意度至少赢韩国瑜，这是提工党高雄市长来比较，被认为失言。尊重所有的这个民调公司的结果哈，那不好的我们就继续来努力。王惠美强调，并无要比较意思，只是向市民报告民调实际状况，嘛赶紧称赞韩国瑜。这段时间来，包括我就问了几个高雄市民，他们都觉得说，他们现在发现他们路真的是非常的平，他们现在有一些市府的服务都很好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很尊重民调，会列为我们的参考。施政满意替韩国瑜来比较，是毋是受到党内高层的关切？王惠美讲，到即马无人甲伊讲这件代志，嘛请大家甲重点放伫一党内政治顶面。